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。港股正係挑戰緊個關鍵嘅阻力位啦。好多分析話最近港匯轉強啦，係咪有熱錢湧入嚟股市啦？仲有外圍方面，今個星期有美國議息啦，鮑威爾會點樣應付特朗普嘅壓力啦？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先同大家睇睇個大市啦。港股正係逼近緊個關鍵嘅阻力位啦，即係4月初關稅消息之後大型下跌裂口嘅頂部啦。即係畫面上面橙色框框頂嘅位置，大約係22,600點啦。附近仲有條50天線啦，喺大約22,800點嘅水平㗎。今個星期咧都會上線呢個區域啦。如果外圍方面配合啲不明朗因素開始消除，尤其是係中美貿易談判有啲消息嘅話咧，又或者內地方面有啲政策消息咧，都可以幫助港股去突破㗎。不過要小心留意啦，期指10大持倉嘅淨淡倉數目增加咗啦，都反映市場咧可能個趨向比較審慎一啲㗎。另外長假期期間咧，港匯多次觸及7.75個強方兌換保證水平啦。金管局咧都多次入市㗎。有啲分析就話咧熱錢就可能湧入嚟香港股市啦，但呢個就未必係單一嘅原因嚟㗎。首先呢段時間美金轉弱咧，亞洲區好多貨幣都明顯轉強啦。例如係新台幣咧，更加短短幾日升咗成1成啦。其次，金管局都解釋啦，資金流入咧就未必係買股票啦，反而咧個需求就係股票派息。近嚟都越嚟越多嘅中資股咧開始派中期息啦，尤其是係高息嘅內銀股。彭博統計啦，中資股今年第二季度嘅派息嘅話咧，金額夾埋咧合共係超過360億美金㗎。公司都需要將啲資金調嚟香港㗎。另外，最近都有啲大型嘅新股有機會開始上市啦，都會吸引啲資金嚟啦。電動車電池龍頭寧德時代咧就通過咗個上市申請，消息話咧佢都會集資成50億美金㗎。資金流入就唔可以話一面倒係一定好啦，但係唔好見港匯咧升就衝入市。但係當中的確有啲機會嘅。頭先提及一啲高息股啦，或者準備上市新股咧，之後都可以繼續留意住㗎。跟住咧睇下外圍股市美股方面啦，可以話就跟住我哋嘅劇本去行噶啦。上星期分析過啦，納指咧就形成咗個一底高於一底嘅形態啦，可以話暫時脫離咗個跌浪，突破埋咧之前我哋講過17,200嗰個關鍵嘅水平之後咧，有機會都上望翻3月份個高位18,200啦。上星期五咧納指已經見到18,000點樓上，不過咧都開始出現個超買啦，有啲阻力噶啦。今個星期留意住咧，聯儲局會進行個議息啦。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會有結果。雖然特朗普多次都開到聲咧，要求鮑威爾減息啦，但係市場預期局方都會繼續按兵不動啦。尤其是係最新嘅就業數據唔差啦，暫時聯儲局都冇理由咧急於去做減息㗎。最新4月份個非農就業數據咧新增職位成177000個啦，雖然比3月份回落，但高過市場預期啦。失業率亦都冇上升咧，符合預期㗎。按個最新利率期貨去睇咧，市場預期要到7月咧先至會第一次減息㗎。跟住咧跟進下我哋上星期咧睇好嗰隻微軟啦。我哋分析過後咧，股價喺業績之後裂口向上，最多咧比業績前累升超過1成1啦，明顯就跑贏個大市㗎啦。公司第3個財季嘅收入咧按年增長超過1成3啦，連埋個每股盈利都係好過市場預期㗎。當中個雲業務收入咧按年增長超過2成啦，亦都係好過預期。整體嚟講呢份業績都支持個股價可以繼續睇好㗎。技術走勢上面去睇嘅話咧，後市咧都見到開始有啲超買啦，可能跟住納指一齊出現啲整固。不過咧，只要守住個上升裂口頂，大約425蚊美金樓上咧，都可以繼續暫時睇好㗎。短期之內有機會咧挑戰翻445啦至455美金嘅區域，即係畫面上面橙色線嘅位置㗎。跟住咧睇下投資者嘅問題啦。關於啲澳門博彩股㗎。澳門5·1黃金週咧5日假期期間咧，總入境旅客去到成85萬人次啦。原先咧澳門旅遊局只係預計有63萬啦，換言之就遠超預期㗎。計個日均人次咧，大約17萬啦，按年增長超過成4成㗎。數據當然利好博彩股啦，不過暫時咧就冇實際博彩收入相關嘅數據啦。市場仍然都觀察緊咧澳門博彩業嘅復甦啦，相關股份未必就隻都值得考慮。揀股去部署嘅話咧，尤其是係要揀，除咗等個整體行業復甦之外咧，自己都有機會擴大市佔率嘅股份啦。
我哋首選咧就係隻銀河娛樂啦。佢年中咧會有新酒店開幕，可以幫佢咧擴大呢個高端中場嘅業務。中長線睇咧，我哋目標價係去到45蚊啦。短線部署場睇翻個技術走勢啦。股份咧最近就嘗試回補翻4月份個下跌裂口啦，揾機會等佢企穩翻喺30蚊樓上啦，做埋整股先再入場噶。即係畫面上面橙色線嘅位置啦。第一步上望翻今年以嚟一個雙頂嘅位置，高位大約33個半啦，以10%左右多啲嘅升幅為目標㗎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嘅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